大家好，呢個作品咧係禮賢會順天幼兒園嘅創作，源於係喺順天村咧，每一日咧都有棵好大嘅榕樹，小朋友咧佢每一日只係匆匆咁樣走過，都冇留意到，於是老師就慢慢叫佢哋細心用五官去觀察，就創作咗屬於佢哋嘅榕樹嘅故事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家長同小朋友都帶嚟一啲舊嘅布料，然後經過剪裁之後，佢哋利用天然嘅蔬果、食用嘅色素一齊做一個染嘅布條，然後創作咗我哋屬於自己嘅榕樹氣根嘅故事。喺當中裏邊藏着小朋友所想、所畫、所寫、所創作嘅故事。喺個探索嘅歷程裏邊，就好似而家我哋嘅主題一樣，種子就係由小朋友個好奇心裏邊去展開，然之後喺個群島裏邊就喺親子同埋社區嘅連結，大家創作咗好多多元嘅故事。喺呢個漫遊嘅裏邊，孩子咧經過你嘅創作就展開咗佢哋嘅探索嘅旅程。原來喺呢個創作旅程裏邊，唔單止係一個藝術嘅教育，原來咧仲係包括有環保嘅教育啦，同埋咧家長嘅親子共融同埋社區連結嘅實踐。